继续关心其他的消息。幻象战机拜二的时发生事故摔落海，外界即马关心讲幻象2000敢袂伤久。目前咱空军是和法国有议定讲，伫2028年要强化双人机，要搁延长寿命，会当搁飞10年。也毋过即马有立委就认为讲，幻象已经27年啊，爱赶紧买第3代的战机较妥当。 幻象2000是真紧飞机伫天顶，有国军3大战机上优秀的飞行能力，部署新竹空军基地、大北部空防的重任。但是提早有一架幻象落去海底，剩的是全面停飞，接受特检。嘛，互伫台湾服役27天，幻象的机能愈来愈旧的议题，搁一摆引起讨论。立委国家烦恼讲，中国军机加大了台的力量，恐惊超过幻象会当负担的能力。这一次不幸中的大幸，也凸显我们在救援、维护跟新式武器采购上严重的不足。第3代的新式战机的采购更是刻不容缓。这台战机的本身来讲，它所有的零部件都在时数内，不是老旧。空军确定无要态度幻象，和法国迄边议定2028年进行双座机的演修，嘛评估幻象阁会当阁飞10年。将幻象的飞行教官李英良，捌驶幻象当11档，飞行时速1000点钟，分析幻象伫大海作战的独特性，做一个伫高空专门攻炸的主力，和美籍 F-16B 无同，幻象有专属的战术战法，伫空战内面和中国军机交手会当发挥集体优势，造成大威胁。 幻象它来自法方的一些武器系统，以及不同的战术战法的概念，可能对中共来讲，目前为止应该还是一个威胁，必须要很积极的去面对，准备要汰除或是upgrade 的一个状况。不过，幻象嘛要面对消息性相关的难题。李英良建议采购新式发射战机，飞官训练会当更较紧来完成，但是后勤维保政治因素是一大挑战，也是较紧来执行演修，避免空防会出现浪碰的时阵。 国军即摆正需要空防的新兵力，甲美国采购66架 F-16B， 同时9月底第一架战机就会出厂来交机。空军的高层驻美军事代表团受到邀請管理，空军嘛编3664万外培养精主教官，每年暗算有65个飞行员去美国来受训。听到好消息都会因为幻象落去海底，防救起来飞官假派分，身体状况真稳定，未来几天可能会当出院。国防部海委会从首长到所有的同仁。 携手合作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判断。杜英台是肯定国防部和海委会即摆做伙合作，伊讲规个搜救过程应该保存对内面来学经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